學校小賣部係咪要規管魚蛋？Hello，大家好，又嚟到逢星期六晚10點半 CMC 中醫臨床教學，大家晚上好啊！如果未點讚、留言、分享咧，記得追蹤留言分享。今日講題目就係講下呢個關於一單新聞，就係喺上年啦11月就有個7歲嘅小朋友咧就因為食呢個啫喱嘅時候喺學校裏邊咧就近親，然之後送院最終不治嘅。咁呢單事件咧就係引起咗一啲大家討論啦，就係究竟學校裏邊應唔應該要規管啫喱因為為咗避免再有小朋友食啫喱而引起呢個近親甚至乎死亡咧，咁所以政府咧就開始懷疑咧，就唔係懷疑，係諗下會唔會立法去規管呢種啫喱嗱。咁然之後咧就有啲立法會議員啦就話啦，喂，既然啫喱都會近親，其實魚蛋、或者丸、牛丸都一樣可以近親噶，咁係咪要小賣部都要規管呢？咁今日同大家講下呢一個 topic 嘅，入嚟朋友仔先嗨先啊！未點讚嘅留言記得點入嚟分享。咁就話說咧，呢件事件咧係點樣咧？就係上年11月喺呢個香港零一咧都有報道嘅7歲女童喺學校食啫喱時候咧，懷疑近親窒息昏迷，咁多名持有呢個急救牌嘅老師咧即場為佢急救，咁但係女童咧留醫一星期咧最終不治。咁社庭咧就呢個女童社咧就嚴訊啦，咁多時老師咧就話未嚟口中發現食物直至救護員咧喺台上面見到啫喱嗰個蓋咧先懷疑係冇咪近親而導致死亡嘅。好，咁Hello Sam， 咁大家諗下啦，即係要明白點解7歲女童會食件啫喱會近死因為啫喱本身係一個即係大家食都明白啦，係軟綿綿嘅，係咪啊？唔似一啲硬嘅物件我哋好多時候買一啲玩具咧如果譬如玩具一啲好細件玩具，佢都寫明㗎3歲以下嘅兒童咧係唔可以玩嘅點解一啲玩具嘅組件咧好細件咧，驚啲3歲以下兒童咧當咗係糖果食物就含住食物吞之後咧而導致近親而導致死亡。咁所以好多啲玩具商咧已經寫明咗呢啲咁細件嘅一啲玩具咧係需要立法，係需要規定嘅。咁而我就喺讀緊呢一科嘅時候啦，講緊大幾年前嘅啦，有個急症室嘅老師啦係西醫嚟嘅，咁佢都講一啲例子，就係一啲好細件一啲，譬如吹 BB 嗰啲糖咧，咁都一吞完咧都會近住喉嚨咧，導致個小朋友係即時死亡嘅甚至乎聽到佢呼吸咧係有啲 BB 聲嘅。咁所以呢啲咁細件物件咧，當近住喉嚨咧係非常之危險。咁但係點解即係啫喱呢樣嘢，即係啫喱都唔細件係咪先？最起碼都咁大嚿係咪？點解會近親咁我哋必須要研究下或者思考下點解會近親，先至去考慮點解需唔需要立法。因為下下都立法咧，其實未必有用嘅因為立法規管唔好學校買啫，咁唔代表個小朋友唔會喺外地啦，或者喺任何地方，譬如大陸都可以買到㗎，即係你其實到處都買到嘅。即係你唔可以靠純粹規管而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必須要有啲方法措施去教小朋友點樣做先可以預防到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講呢個問題。首先啦就話啦，即係點解諗下點係嘛？第一諗下點解7歲小朋友會近親咧？大家諗下先，即係點解會近親咧？一正常我哋搣開個啫喱即係啜住咬咪 OK 咯，係好難會近親嘅。即係我講緊啫喱呢種食物都講緊成日幾十年嘅啦，都唔係話今年先有，係咪？我細個都有啦，係咪先？咁但係好耐好少聽到因為小朋友因為即係啫喱近親嘅。咁所以我諗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啫喱咧本身係需要大家記住咧，係需要剝蓋嘅嘛，係咪啊？即係一個啫喱搣開上面招紙，然之後啜落去嘅。呢種啜嘅動作咧係好危險好危險。因為當你啜嘅時候，如果啜得太大力咧，係個啫喱咧係一下好快速咁樣一個負壓之下飛落喉嚨裏邊，係冇經過咀嚼嘅。呢個動作係好容易會即刻出翻喉嚨。咁所以啜啫喱咧係一個好危險嘅動作。而呢個咧係主要導致一啲小朋友食呢啲，譬如食提子
食魚蛋啊之類好易近親嘅當中原因嚟嘅。咁而點解小朋友會啜啊？一來本身啫喱係啜嘅啦，係咪先？二來我估計咧，呢個小朋友咧可能本身啲7歲啦嘛，開始換牙啦，佢門牙咧開始可能已經冇咗啦。咁你叫佢咬啫喱咧，佢冇門牙咬啊嘛，係咪啊？咁冇門牙咬，咁咪有啜咯。咁所以增加咗個啜啫喱嗰個可能性，而導致增加風險。咁所以所以政府立法呢樣嘢，應該立法咧，我覺得係可以睇兩面嘅。即係如果你立法嘅話，不如去教導大家啲家長點樣，或者教導小朋友做啲宣傳嘅即係教育啦，點樣可以避免近親嘅。咁而甚至乎咧，有立法會議員啦鄧家彪啦，即係甚至乎點講咧？佢哋就話譬如如果啫喱都要監管嘅時候，係咪啊？即係唔好買啦。咁魚蛋咧、墨魚丸咧、牛丸咧，係咪？呢啲丸類咧都一樣有近親風險㗎，都係圓形㗎，都近親㗎，係咪啊？都而且亦都有小朋友曾經試過食牛丸都近到咁係咪需要呢啲食物一次過要規管咧？係咪啊？咁所以咧呢度咧其實即係證明咗咧，鄧議員咧係實冇考慮究竟事件係發生咩事嘅，因為食啫喱同食魚蛋唔一樣，魚蛋係一串串。我哋啲魚蛋啊，即係魚蛋可能一串串噶嘛，係咪啊？即係咁一串串咁樣咬噶嘛，即係我哋唔會咁樣吸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咬嘅時候咧，係經過牙齒回咀嚼嘅，就唔似啫喱啫喱好似要啫喱咁樣，就要當啫喱，咁一揭開啜嘅，所以咁樣進食方式唔一樣。咁所以你話需唔需要規管魚蛋？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叫做矯枉過正。如果下下都連呢啲都監管嘅話咧，咁我哋監管啲乜嘢啊？可能龍眼啦、提子，唔好賣提子啦，唔好賣龍眼啊，唔好賣車厘子啦，呢一啲都係圓形細細粒硬身嘅一啲食物，咁唔好俾3歲人，唔好俾即係小朋友食啦。咁所以純粹規管咧，並唔係可以杜絕到小朋友近親嘅問題呢點係我今日重點同大家講解嘅。咁所以要點樣處理咧？嗱，咁第一就大家睇下啦，呢個咧就係講緊喺2020年啦，就有 Facebook 啦，就叫做招奶爸，叫做何基友啦。咁咧佢就大家見到啦，喺9月1號咧有個新聞啦，就話咧今日見到新聞咧，日本有名4歲嘅男童咧食提子嘅時候意外近死咗，好多家長留言啦，就表示把提子咧切開一半，咁就可以減少係咪啊？減少近死咯，係咪啊？咁當然佢好好心嘅就話啦，切點切啊？應該要打直切，唔好打橫切。一打橫切咧，仍然有個圓形嘅物體，我會導致近親嘅，所以唔好打橫切，要打直切。OK， 就會切到1/4、1/3、1/4或1/100。咁其實切提子係咪一個解方法咧？係啦，咁我都質疑嘅，咁等下我會講解我嘅質疑嘅一個角度。咁而係講就係點解會食提子都會近親，係嘛？近親咁原理都係啦。即係譬如你粒嘢，咁如果你本身即係呢啲家長啊，或者係佢係嗰家姐啊，可能小朋友可能家姐阿哥噶嘛，係咪啊？咁可能佢喺度玩啊，即係玩，即係可能個提子，即係咁吸落去，即係有時候我哋可能都會嘅，有可能咩粒龍眼，係咪啲龍眼咁樣吸落去咯，係咪啊？吸落去個口裏邊就咬咯。咁但係如果家長教小朋友嘅時候，可能一啲大少少家姐嘅小朋友，可能8歲、9歲、7歲，咁佢都喺度玩，佢即係佢覺得好玩啊，咁自然就會喺度啜咯，吸咯。咁而細佬妹咧會見到咧，都會跟住學嘅。咁但係佢哋嘅可能個控制能力冇咁好啦，或者佢即係可能邊玩啊邊食啊，所以會增加咗佢哋進食呢種提子、龍眼、或者士多啤梨同埋車厘子嘅風險。咁所以切提子係咪真係 work 咧？呢點有少少商榷地方。點解？冇錯，你切好提子，小朋友食係 OK， 係避免咗佢會近親嘅。但係唔好忘記，我哋人咧天生有對門牙嘅，對門牙我哋切開食物嘅。咁點解我哋唔教小朋友提子係咬嚟食咧？係咪啊？即係提子擺落口咬開一半，咪唔得切咯，係咪先？咁即係切一唔好啊？咁有兩個唔好處嘅。第一就係如果佢個小朋友偷偷地食咧，你明唔明白啊？可能呢2、3個小朋友佢去廚房或者喺台面有提子嘅，佢可以偷嚟食噶，係咪先？
偷嚟食，咁偷嚟食嘅時候，可能覺得係咪啊？佢未必經過要因為覺得佢點講啊？未學識咬呢種提子啊，咁可能佢一下啜落去，佢都會對近死噶，係咪先？咁啊，呢個都係唔可以預防到呢個小朋友近親嘅情況。咁而第二問題就係，如果一啲好細個小朋友開始，譬如2歲幾3歲嗰啲咧，你切開咧，佢一種叫做學習咗呢種模式啊，以為所有提子都係切嚟食嘅。咁所以萬一你譬如去出街嘅時候冇刀叉，或者喺學校啲老師派提子嘅時候，派啲水果嘅時候冇切開嘅，咁我點算啊？個小朋友會喊嘅，喊唔知喊乜嘢啊？可能喊就因為啲提子冇切咯，或者會發脾氣咯。啊，點解唔切嚟先食啊？係咪啊？咁所以會縱壞咗小朋友一啲咁樣嘅即係飲食習慣。咁所以我建議一般就大家就見到小朋友咧，就盡量用唔知門牙，即係用一用牙去咬食物。只要肯咬，無論係啫喱又好，提子又好，係咪龍眼都好，只要用口嚟咬咧，係將食物研碎咧，係絕對唔會近親。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最大嗰個即係關鍵之處噶啦。OK， 好，咁所以大家問我，如果你問我，我會點樣建議政府咧？就唔係話考慮立法，而反而係做多啲宣傳嘅活動譬如海報、小單張或者醫生嘅一啲診所或者甚至發宣傳片、YouTube 片等等都好即係要教育小朋友啜嘅時候咧係有風險嘅，拍啲片即係拍啲片可能一啜就近親係嘛，即係俾小朋友知道啜呢動作咧係危險嘅。由1歲開始教，2歲開始教，3歲開始教，因為知道 concept 知道啜呢嘢係危險。咁佢大個自然就唔會啜嘅。咁所以你就唔需要可以點樣去監管啲乜嘢啊？其實老實講，點監管得晒啊？係咪先？唔係所有嘢都監管就可以預防到嘅，絕對唔係嘅。即係你見你有監管醉酒駕駛啦，係咪先？醉酒駕駛又好，唔好衝紅燈都好。你首先即係監管得好緊要罰錢，要坐監都好啦，一樣有人會犯法嘅，一樣有。咁所以你監管咗呢種即係呢種情況，啲人一樣都買到咁所以唔代表佢監管咗之後唔好賣就可以避免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反而喺小學裏邊幼稚園裏邊老師或者係家長去教小朋友點樣去食一啲好細件嘅物件咧，咁呢個先係重要一方面係本身大自然天賦我哋牙齒我嚟進食，二來亦都可以進食嘅時候可以避免嘅食物發生即係呢班人事發生。咁總好過純粹係監管，好似監管就好似等於一了百了一樣即係咁樣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唔係監管就可以了事嘅。咁所以咧我嗰時咧就喺2022年啦，都好快即係見到何基佑個問咧，我都嗰時都即係喺 Facebook 裏邊都講咗嘅，即係提子係一個 OK 方法，咁但係保障唔到係照偷食嘅。咁所以一定咧家長唔可以面前啦，即係表演吸提子，千祈唔好表演雖然好得意好好玩，即係啜講聲咁，但係提提子咧係好容易導致近親嘅主人嚟嘅啦。咁另外要教導啲家長啦，係啦，咬啦用門牙咬啦，咁用牙齒嚟咬啦。因為我見好多家長好中意將啲食物咧即係剪到好碎啊，即係剪到好碎意思係即係就算幾歲都好啦，即係啲豬扒腸仔都要剪到碎一碎咁就不飯俾佢食。咁係完全剝削咗小朋友即係咬嘅能力，因為始終食物咀嚼係需要咬要練習嘅。如果練習得唔夠咧可能佢講說話嘅發音啦進食嘅速度啦吞嚥嘅能力啦都會下降咗嘅。所以我好唔鼓勵啲家長會將啲食物剪到太碎一定要 keep 住佢有啲咀嚼嘅能力咁我所建議佢哋，譬如好細個嘅時候，咁我啲小朋友會點樣咧？2歲到啦，就會煲啲雞腳咯，譬如煲湯煲雞腳，啲雞腳好腍噶嘛，啲雞腳將啲嗰啲籽咧就剪咗啦，咁但係剩翻個雞肉嘅泡，即係呢個肉好腍嘅，另外啲骨好軟嘅，咁所以我會教佢哋咧就選雞腳，咬啲肉啦，嚼啦，同埋選埋個肋骨呢啲骨一定唔近親，啲雞腳啲骨係圓圓波碌嘅，唔似一條骨杉杉咁樣嘅。唔似魚骨唔似雞翼啲骨咁長咁尖，所以好細個佢哋已經識得即係咬啜
啲雞肉，咬啲雞肉，識掠埋骨嚇。咁所以好細個已經叫我哋即係用牙齒。咁當然，譬如可能有啲要剪，譬如菜啦，譬如菜心條框咁長，啲纖維咁粗，佢咬唔到啊。咁但係我都會將啲即係譬如大條啲嘅菜心就剪到一碌，都好似即係好似呢個一小節段啦。咁佢都會要咬，一菜啲框係唔容易咬嘅。咁但係個過程裏邊會咬得到咯。咁所以呢種過程都係練到佢哋，幫佢哋練習一啲口腔嘅一啲訓練。如果唔係咧，大個啲小朋友會點樣咧？會好揀擇食嘅，即係會中意掠嘢啦，即係譬如啲尖嘅又唔食，硬嘢唔食啦，譬如又唔食嗰啲海產類啦，有啲即係燶燶地豬扒又唔食啦，即係總之好麻煩，即係會增加咗即係佢哋食物嘅選擇。咁所以我一般會建議大家繼續即係要訓練翻小朋友本身與生俱來嘅咀嚼能力，先可以幫佢哋咧係一個口腔嘅健康發展係啦。Hello，hello。咁另外就家長咧就可以模仿一次近親嘅反應，得孩子睇到近親嘅效果動作冇誇張，即係驚佢嚇到咧，佢唔敢食。咁但係就做少少就可以啊，即係學一少少即係指即係示範咯，示範下佢注意下，咁啊就咁得啦，即係扮到好似近親就掠翻出嚟。咁佢見到咦嗱，即同埋佢講聲解釋翻，唔好啜啦，啜危險噶啦。咁小朋友見到咧，佢會知道唔好啜，咁我哋咬就冇事噶啦，係嘛？即係表現翻咬，吞嘢冇事 ，OK。咁啊啜有機會近親，咁呢啲動作做得多啲咧，咁其實做一兩次咧，小朋友會記住，咁佢就會避開唔好啜，甚至乎有時咧，佢可能教翻其他小朋友，譬如話可能翻到學校見啲同學仔又中意喺度即係進食嘅時候方法唔正確，可能會教翻小朋友要咬啊，要唔好啜啊。啱未教啲啲嘛，甚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宣傳嘅效果。咁所以其實政府咧就可以即係做一啲類似咁嘅影片啦，係啦，影片啦，去推廣即係呢啲小物件嘅進食咁就會可以避免一啲情況噶啦，係嘛？譬如可能其他唔單止提子啦，係嘛，龍眼啦、車厘子啦，譬如今次題目講啫喱啦，咁呢啲都係記住唔可以吸即係都要教，係要唔能吸，係需要咬先係需要教噶啦。OK， 好，咁啊睇下有咩意見啦，即係關於即係呢種即係小朋友進食嘅問題，政府係咪需要監管，即係禁止啫喱嘅售賣咧？係啦，係咪啊？咁魚蛋嘢需要禁咧？大家不妨可以留言去講下自己意見嘅。好啦，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啦，即係萬一即係小朋友近親喎，咁點算啊？其實都要家長或者啲老師都要識一啲搶救嘅。咁今次唔好彩個小朋友搶救唔到因為個老師發現咗咧，口腔裏邊冇食物啊，即係唔為意佢係近親啊，可能本身個啫喱比較腍啊，一吸嘅時候咧，佢可能成個形狀咧，如果譬如一大粒嘅龍眼一吸落去咧，可能成粒飛出嚟嘅。咁但係啫喱本身一個即係一個好可以變形嘅一種狀態軟綿嘅狀態，所以吸嘅時候咧，佢可以原本好闊嘅地方咧，佢可以變得好窄。一吸落去時候咧，可以變得好扁，咁啊塞咗落去，所以可以吸，即係可以塞一啲比較深嘅地方，咁啊肉眼見唔到。所以啫喱危險呢度就係本身佢形態可以變，咁啊可能喉嚨係咁形狀嘅，咁咁尖嘅，呢邊闊呢邊窄嘅，咁佢可以一吸嘅時候咧，佢呢邊又闊，個人慢慢絕變扁，咁可以吸啲即係可以塞咗啲好深嘅地方。咁呢啲就係啫喱嘅一啲比較先天嘅唔好處咁所以你話監管，我覺得 OK。咁但係重點咧都要教小朋友點樣進食。OK， 好啦，咁即係至於萬一冇彩啦，咁要點算咧？咁梗係需要學一啲簡單嘅急救技巧嘅譬如呢個叫做拉姆立克嘅急救方法啦。咁就呢邊就係大人嘅，即係咳親就點算啦？呢邊大人就係一般要抱住大人嘅橫膈膜，然之後坐個橫膈膜咁如果揀即係清楚少少咧，就咁樣嘅。即係抱住佢腰，然之後向個手拳頭咧向橫膈膜向上戳，即係向上收即係要即係類似咁樣，要咁樣向下拉抽上去。咁咧點解個原理係乜嘢咧？原理希望係能嘅，佢將個拳頭嘅力咧壓向腹腔甚至乎向住呢個橫膈膜向上推。咁希望能夠增加橫膈膜裏邊嘅壓力，
從而將個食物咧向外彈翻出嚟，就似咩？就似即係似咩？就似有個膠樽咁樣啦，膠樽個蓋塞住咗。咁我點樣可以將個食物即係嗰個樽塞嗰個塞泵出嚟咧？就係將個膠樽壓扁咯。壓扁嘅時候增加咗壓力，咁裏邊壓力大咧，就會就向個樽蓋嗰邊向上push 向上推，從而希望個食物咧就能夠 cut 出嚟。所以我哋原理一樣就係咁樣啦，就咁樣戳嘅時候，希望增加裏邊壓力等壓力，即係好似個樽壓佢啦。咁個喉嚨塞住地方係咪壓力咪會頂向嗰個食物咯？希望能夠要塞住咧，希望能夠向外推，吐出嚟所以一般叫佢即係一般叫佢喝出嚟，即係希望個口腔咧擘大，將佢嗌嘅時候咧，希望喉嚨撐開，仲有壓力就幫佢 push 出嚟即係呢種叫做哈姆嘅急救方法。咁當然唔一定 work，因為始終嘅食物本身塞成點樣，即係如果啲即係形態比較尖少少啊，即係唔係圓形嘅啲就難搞啲，因為本身空氣好易流走。如果係即係比較圓波碌嗰啲咧，就相對容易會吐出嚟啦。咁至於啲 B B 啦，有時唔單止係大人嘅，可能小朋友都會有嘅。咁我哋學吸塵都會學到嘅啦。講啲可能2歲小朋友或者1歲小朋友，即係誤吞咗一啲玩具啊或者物件咧，咁就要將佢點啊？就要將佢抱住啦，托住喉嚨喺度反轉咧就向下邊即係叫做拍個背脊，係啦，拍個背脊。咁但係當然我未試過啦，我未試過即係幫啲 B B 仔去做一啲急救，因為始終我好 care 一樣嘢嘅因為我有3個小朋友啦，我好細個已經開始好注重佢哋呢啲咁嘅意外，因為幼兒意外係好多種嘅，咁近親係一種譬如可能加啲電親啊、浸親啊、俾啲電砸親啊，即係或者燒傷啊、燙傷啊、解傷啊，種種都好啦。喺即係由幼兒開始教育裏邊咧，係經常會出現啲意外嘅。我細佬都試過俾熱水淥親因為佢有一次係個 B B 嚟探我屋企啦，咁嗰時2歲佢 B B 飲奶啊嘛，咁佢就知道奶係點樣斟水喎，跟住佢就攞奶樽就去撳個熱水壺，即係要啲水機撳，佢識撳喎，因為佢見得多啊嘛，咁撳嘅時候咪會淥親咯，淥親咪淥親隻手咯。哇！心痛我到飛起啊！咁所以我細佬係好細膽啊，對呢樣嘢，因為本身細個已經係即係嚇親再淥親過。咁但係知道佢係好 caring 一個小孩嚟嘅。咁但係因為咁樣都估唔到㗎，你係估唔到佢突然間會咁有熱心去照顧小妹妹，然之後去沖奶就淥親。所以屋企係好多唔同家嘅意外膠剪啊、刀啊、即係床咧，即係床嘅門欄啦，即係欄咧會夾住小朋友啦。咁呢啲係或者電視機啦，即係以前啲電視機比較大部啲噶嘛，佢中意爬，將個電視機掹落嚟所以啲上面一啲重嘢度掹嚟會砸扁佢嘅。咁呢啲係好經常出現家嘅問題。咁所以我至少都好 care 佢哋成長嘅過程裏邊咧，點樣避免呢啲咁家嘅意外。咁當中裏邊就近親係咁之一，所以呢種方法係需要即係佢咬食物咧可以避免近親，所以我就冇乜經驗去救呢啲即係咁幼兒嘅小朋友。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真係俾近親咧，都要將佢反轉啦，反轉手托住下巴反轉，向背脊撳落去即係拍落去，就好似將個樽撳即係咁拍落去，希望將啲氣咧，能夠將佢推返嘅食物出嚟。OK， 咁唔知大家有冇遇過類似情況啦？咁呢啲急救技巧咧，都係需要學習嘅。如果唔係，就有時候可能身邊啲老人家而家。多咗老人家，因為本身老人家啲牙齒，譬如冇咗假牙，即係冇咗真牙啦，要戴假牙啦，或者係冇咗假牙去進食，佢係有時會咬食物，咬得會得唔係咁細膩啦，咁或者開始腦退化啦，咁都會容易吞食呢啲咁樣嘅一啲異物，而導致一種近親情況。咁所以急救係需要學識嘅。OK， 好，咁時間差唔多啦，咁我今日早啲休息，咁睇下有咩想問。咁就嚟緊天氣都比較熱啊！即係我翻嚟，我自然喺我翻嚟都覺得好熱。咁但係今個禮拜有好多人病啊，可能復活節之後好多病人去旅行啦、內地啦、日本啦、韓國啦 whatever 都好啦。咁增加咗人口嘅呢啲叫做交叉感染嘅機會。咁所以可能都會有啲流感情況嘅發生。咁
都呢排都好多都會病，咁所以留意翻啦，即係逢係一啲假期之後咧，搭車搭船啦，人多擠逼地方咧，都盡量戴口罩。尤其是啲體弱多病嘅一啲網友咧，要提醒翻屋企人，咁啊避免一啲即係一啲重嘅感冒。因為有啲感冒都比較犀利嘅，我病人係直情可能發燒咗成個禮拜都唔退，咁都幾嚴重啊！即係最尾係支氣管炎，但係即係全家人都冇事，係佢有事啫。咁所以有時會偶然啲病毒都比較病菌都比較犀利啲嘅，咁大家都要留意下。OK，咁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各位晚安，OK，拜拜。